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gnes，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《The Tipping Point》引爆趨勢呢本書。但係喺分享之前咧，Agnes 想同大家 position 咗先啦，因為上個禮拜 Agnes 病咗，把聲咧仲未完全可以 recover 到，所以大家聽到咧會有沙沙聲啦，唔係咁好聽啊。最近天氣比較反常咯，大家都要自己照顧好自己嘅身體，盡量遠離個病魔。病咗都要一段時間先至可以完全好得翻晒，好似 Agnes 咁樣。病咗嗰幾日咧，完全係做唔到嘢，錄唔到音。好啦，我哋而家開始第二集嘅分享。大家有冇諗過咧？平時見到有啲產品啦，或者係餐廳啊，點解咧突然之間會咁 hit，突然之間會爆紅啊？點解有啲諗法啊，或者係一啲資訊性啊，或者一啲潮流咁特別嘅，突然之間會出晒位嘅？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引爆趨勢嘅第二個法則，叫做定着因素 （The Stickiness Factor）。又或者我自己理解為佢係有啲黏性嘅，所以叫做黏性因素咯。我自己會咁樣記啦。喺而家呢個互聯網嘅世代啊，我哋每一個人都係電話不離手啦，係咪？或者有陣時我哋透過電視啊、電腦所有嘅3C 產品，我哋每一日都會接收到一啲海量嘅資訊啊，造成咗一個現象就係 information overload。大家有冇睇過電話嘅 history 啊？睇下自己每日用幾多時間喺 social media 上面。有時我哋自己 burn out 咗，自己都唔知㗎喎。好多時呢啲情況咧係變得好雜亂啊，所以有個 term 咧叫做雜亂問題。舉個例子，今日可能係 weekend 啦，或者係你放假嗰一日啦，朝頭早突然之間電話響喎，咁你就聽電話啦，懵懵鬆鬆咁樣喂咁，對面有把聲就同你講入境處通知，或者係問你先生小姐使唔使借錢啊？可能你嗰一下咧就會好嬲，爆一個粗口，然後咧就 cut 線啦，係咪？跟住可能你又收到另外一個電話打嚟 sell 你其他嘢喎，sell 你買啲金融產品啊、beauty 啊，又或者係同你講你件速遞唔知喺邊度棘住咗，要你入啲個人資料等等等。唔單止係咁啊，呢啲 information overload 嘅情況咧，仲充斥住喺我哋嘅生活嘅方方面面啊。例如我哋咧成日會收件夾，會收到嗰啲廣告信息啦、電視機啊、雜誌啊。或者係有陣時我哋做 research 嘅時候咧，突然之間有個網站咧會彈咗個框框出嚟咧，係有個廣告㗎，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？又或者係大家都同我分享過，睇我 YouTube 講書嗰條片，中間已經有幾個廣告插播，唔講都唔覺啊！原來我哋身邊就係俾呢一啲無窮無盡嘅廣告流包圍住我哋自己。正正係因為咁樣，我哋睇廣告都睇到麻木晒啦，吸收呢一啲海量嘅資訊。都吸收到滑晒牙啦，又係呢類型嘅廣告啊！我哋對睇廣告已經非常之有經驗啦。曾經你對嗰個廣告係非常之有好奇心噶，好快咧睇得多嘛，因為接收得多，你就會轉換成一種咧煩厭嘅感覺，直頭將你嘅視線移開或者係轉台咯，熄咗佢咯。換句說話嚟講，我哋對呢一啲傳統嘅廣告，又或者係睇咗好多次嘅廣告，已經免疫咗啦。以上呢堆講法唔係齋講嘅喎，原來咧係有統計資料去證實呢一啲講法。時間線拉返去20世紀70年代尾，美國一啲商人開始 sense 到打電話去 sell 嘢嘅一種方便性同埋效率非常之高，所以喺跟住落嚟，佢哋用電話去 sell 嘢嘅使用量足足增加咗10倍咁多。可惜喺跟住落嚟嗰25年裏面啊，用電話去 sell 產品嘅有效性降低咗50%。因為呢種方式喺 market 上面已經飽和咗，變到無處不在，甚至乎有一種侵擾性喺入面啊，唔係騷擾，係侵擾，所以導致到好多人對於電話去 sell 產品呢一樣嘢已經免疫咗。電話推銷已經 outdate 啦，咁我點樣可以吸引人嘅 attention 啊？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啲 audience 啦，或者係 consumer 去採取行動，拎錢出嚟買嘢呢？重點就係 Agnes 開頭講嗰個定着因素啊，嗰一種黏性。喺廣告界裏面有一句金科玉律，一句好經典嘅說話，一般人最少要睇6次先至會記得嗰個廣告嘅內容。書裏面有一個堪稱為廣告界 legend 啊，呢一個傳奇人物叫做 Lester Wonderman。喺1970年代，佢擔任哥倫比亞唱片公司嘅 marketing director。當時呢一間公司仲係用緊一啲平面廣告去做宣傳，為咗增加銷量 ，Lester 請咗一間廣告公司，好出名噶，叫做 McCann Erickson 麥肯廣告公司，幫佢哋製造一啲電視廣告去取代一啲平面廣告。
喺呢件事上面 Lester 佢都突然之間靈機一觸，佢 sense 到咧呢個可能都會成為自己職業生涯嘅一個轉捩點。於是乎佢將呢個 market 呢塊餅一分為二，自製咗一場競爭出嚟，將 Mackin 製作出嚟嘅電視廣告放喺一個黃金時段嗰度播出，將佢自己嗰啲廣告就安排喺凌晨左右嗰啲深夜時段。結果究竟係點呢？俾3秒時間大家估下，3、2、1。呢場競爭嘅結果非常之令人驚訝。Lester 嘅廣告竟然遠超於 Mackin 啊，而 Mackin 製作嘅電視廣告只係提高咗19.5%。聽到呢一度，大家認為 Lester 成功嘅秘密係啲乜嘢呢？原來係因為一個小小嘅金盒子。Lester 佢喺嗰啲雜誌嘅平面廣告上面畫咗一個好細嘅金色嘅框框，嚟提升觀眾嘅參與度。佢利用深夜電視機廣告時段去話俾嗰啲觀眾聽啊，如果觀眾喺雜誌裏面揾到有金色框框嗰個廣告嘅話，佢哋就可以得到一張自己揀嘅唱片，而嗰一張唱片呢係免費唔使錢嘅。亦即係話，當我去參與咗呢一個小遊戲，而喺嗰度揾到一個金色框框嘅話，咁我就可以得到一張我自己中意而又免費嘅唱片。大家 get 唔 get 到嗰個 message 啊？嗰個金色框框呢，就有一個觸發器嘅作用啊，令嗰啲觀眾同埋個廣告可以連結埋一齊啊，令嗰啲觀眾從原本嘅旁觀者變成咗積極嘅參與者。睇到呢一度 Agnes 又突然之間諗起，有時喺街度無啦啦有人會派嘢食啊，派嘢飲，目的可能係要你去 follow 佢哋嘅 account 啦，或者係 like 佢哋嘅 post。所以呢個小金盒就帶有一種黏性喺入邊啊，好 sticky 嘅。大家平時有冇用漿糊筆啊？漿糊筆咧，當你隻手揩到嘅時候，咪會覺得好黏嘅，黐住黐立立咁樣，你冇辦法唔去關注佢，冇辦法唔 pay 個 attention 喺佢身上。所以當我哋要去引發一波潮流，我哋要引爆一啲嘢嘅時候，我哋就一定要帶有嗰一種黏性。上一集分享咗英美戰爭裏面，其中有一個銀匠叫做阿 Paul，當晚佢要去 spread out 一個 message， 就係英國突襲要去搶奪佢哋嘅軍械。佢喺咁短時間內將呢個 message spread out 去40英里以外嘅地方，佢成功嘅因素唔單單淨係在於佢係一個社交能力好強嘅人，亦都係因為佢傳播嗰個 message 嘅內容係關乎於國家嘅戰爭啦，同埋人民嘅安危，所以先至可以有個助攻啊，幫佢散播得咁快。同樣地啦，如果一個 sales 佢想去 sell 一間餐廳，想多啲人去嗰間餐廳食飯嘅話，咁嗰間餐廳本身嘅食物啦，同埋佢嗰個服務質素都一定要 keep 得好好，先會有更加多人去幫襯咯。就好似啦，通街都係賣緊開心果口味嘅嘢食、甜品、飲品，點解嗰一間鋪頭特別多人排隊買呢？點解嗰一間肉餅飯會突然之間爆紅，突然之間咁出名呢？仲要有個朵喎，全亞洲最優秀嘅肉餅飯，大師級工匠，味蕾炸彈。佢嘅爆紅之謎同 Hush Puppies 嗰個故事好相似，就係一個好普通嘅人喺 social media 嗰度留言啦，逐漸之後就發展成為大排長龍咯，好多人咧都去朝聖。明明間鋪頭係出名賣番茄湯嘅，而家連老闆都話煎肉餅煎到懷疑人生。喺咁多個故事裏面咧，都帶住一個好 core 嘅 message 俾我哋啦，就係當我哋想去引發一波潮流。喺咁多海量嘅資訊性裏面咧，突圍而出去 draw 到人哋 attention 嘅話，我哋就要提升嗰啲資訊嘅黏度。第2集分享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星期5會繼續同大家分享呢一本書。我係 Agnes，下一集見啦，拜拜。